因未了的三圣社区举办着小小的记者营，鼓励囡仔用台语采访着社区的长辈，要来加强囡仔讲台语的能力。囡仔做记者加老大人采访，为了增进社区囡仔台语能力，嘛吸收媒体相关知识。为了三星社区举办小小的记者营，趣味课程，让囡仔感觉真新鲜。拜访一个92岁的老奶奶，跟她聊天。来这边很好玩，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，还可以学习有关记者的知识。用台语来采访，除了会使和老大人甲囡仔较亲近，嘛会使培养这个囡仔讲台语的实力。练习一些的采访技巧跟对于人事物观察的敏锐度之后，我们就实际分组让他们到社区去做采访。这囡仔伫采访老大人的时，拢真用心，期待因会使伫活动中学到更加多知识，未来会使大声讲台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